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翁仔某伫咧上厝，国情永早捌听编歌念歌的歌声。王玉川老师，伊编一部《翁嘛某某关翁》，翁仔某两个优异甲师妹陈美珠、美珠姨啊，是啦，就是电视综艺节目咧模仿正包的饮群玉玲珑的原主唱美珠姨啊两个对唱，翁甲某冤家。某嘛翁讲爱食烧酒，翁嘛某爱跋筊。毋过即条歌播甲上落尾，人因翁仔某原来有觉醒哦。某甲翁讲安怎？讲翁某互相爱烧财性，毋通过了咧想过程，娶着歹某真不幸，弄弄吵就会万世境。即拍四句联内底二句，第二句讲毋通过了咧想过程，这就是讲翁仔某毋通扣现。毋通翁仔某冤家，啥物话都摕出来讲，结果过骹先讲，哦，你敢若骂我安尼，骂我外交开拄外交开，因为人烧骂就无敬话，所以翁仔某毋通过了想过程。啊，若真正娶着歹某，弄弄吵，人讲假吵就会万世境，就爱假好才会万事兴。换翁个听到某安尼伫咧讲尔，心肝内原来有改变，翁就甲某讲安怎样？讲变人的圆圆会变。善者有时会出头天，做人一生就平变，毋管贫富就甘甜。是啦，现代这个社会不比讲较早，较早若善者的人无得去翻身，但即马机会若打着，万不利吼，真正互你发挥起来，迄是无法度按算的。有的人半当一当就趁一个机会，所以变人的圆圆会变。即句咱解文说字，国情原来有含你探讨过几啊摆。善者有时就会出头天，咱做人若会秉变者，翁仔某虽然艰难，虽然环境歹，你甲看好个人，迄大明星互相伫咧嫁娶，一开就几落亿。咱不管贫富，两个翁仔某若互相会当带念，人讲吼，翁趁某钱要好业，毋免3年。过来换某，搁甲翁讲安那，讲翁某互相就无议论，好心咱是钱就剩。大家拿来守安分，福禄自有庆家门。就国情安尼讲的哩，翁趁某钱啦，好心咱是钱就剩。翁仔某既然都结婚，有这个缘分啊，互相无议论。你毋通骂我爱食烧酒，嘛毋通骂你爱跋筊，两个歹习惯就爱改。天斗阵，敬斗阵，福禄自有庆家门。吼，做翁婿听到某安尼讲，原来欢喜呢。这翁婿安怎样讲？伊讲做人翁婿爱模范，翁某病大甲病悬，事事夫妻着相款，爱着好好毋通冤。是啦，翁嘛某某管翁，做翁的原来会晓讲吼，咱翁仔某病大甲病悬。啊，当然太平时代若有趁钱的时阵，翁仔某拢嘛开拢嘛享受，迄哪有甲对？就是讲困难的时阵，事事夫妻着相款，爱着好好毋通冤。咱互相支持，互相面对艰难，渡会过才是熬。